動作、感官發展同家長最關心嘅專注力、語言理解、邏輯思維，其實係息息相關嘅。因為一個穩固嘅感覺動作基礎，正係小朋友建構高階學習能力嘅根基。我哋明白每個小朋友都有佢自己獨特嘅成長步伐，即使係能力落後，我哋會陪住佢哋一步一步慢慢進步。透過多元化嘅智能活動同系統化嘅引導，我哋重點關注小朋友語言思維同埋認知邏輯、社交互動同情緒管理、精細動作、大肌活動、視聽覺、專注能力、解難思維，由個別化嘅輔導到唔同類型嘅小組社交活動。我哋見證住小朋友喺互動中成長，慢慢建立自信，啟動學習嘅內在動機，解決問題嘅能力。無論係幼童定係有特別學習關顧嘅小朋友，我哋都重視每一個獨特嘅成長需要，陪住佢哋跨越挑戰，展現潛能。我哋一直尋找緊教育方向上嘅同路人，陪住小朋友展開呢段充滿可能性嘅旅程。